管一点儿，无聊。那玻璃，这是镜子，旁边有镜子的吧？重来吗？重来哦！先练一下。我不会啊！我们先说呀。我们俩只有一次。不行啊！算了，我跳错这个。我也是嘛，这个会不会？这什么样子？啊，你说的是新路。我们俩会跳，就我们俩。啊，跳这个白，这个很有热度。嗯，跳这个嘛呢？学艺歌舞，学艺歌舞之系，这海的，这海的。学运呢？哎，真是。这个的跳劲舞，这个跳劲舞啊，对。等一下，从头来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变啊，漂亮没有？蛮好的。还有我就。
考完了。谢谢谢谢，辛苦了。哪个辛苦嘛？你说？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些都要辛苦。考完了吗？考。我感觉有。应该过来一点点。你应该说，哎呀，哈哈哈。对，聪明就好啊，聪明就好。哈哈哈！那个乱的。对对对，刚刚这些话我不能就是对吧？哦，基本都是。可以了不？可以可以，完就完了嘛，差不多。你们还要。走。我们俩今天穿的。对，好，可以。对对对。